来关心天气，上新的风台红红，目前是加向菲律宾北部，上近后礼拜就会转向北平，可能会为台湾的东部回过，或者是加向南部去。因为这红红的路线和顶回丹那斯是正常，后礼拜1到拜3南部风会正透，若北部、东北部和东部就要注意会落风台雨。东北季风走啊，北部地区的日头小看出来，不过说落来秋天的风台就随过来啊。今年第26号风台红红，即马是伫关岛迄边，强度阁是轻度风台，但暗算后礼拜都有可能影响到台湾。礼拜日晚上一直到下周1，一直到2及3这段时间，是它明显北转的时候，那也是距离台湾最为接近的时候。配合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整个迎风面雨势是会变得非常明显。根据气象署的观察，红红风台目前一路是对西北西的方向往菲律宾的北部过去，后礼拜一入去到菲律宾北边的陆地了后，刚刚就会出现关键北转的角度。那太平洋高压较弱，会提早北转，有可能下过台湾的东边，但嘛有可能入去到南海了后，再个北转，直接拢入去台湾的南部，也是入去广东沿海。气象专家们提醒，红红风台有可能到强台是中台的上限，但伊伫经过菲律宾陆地，也是往北对着东北季风的时阵，可能减弱，但整体规模嘛是对台湾造成剧烈影响。又强又大，对于我们台湾地区啊，几乎当它靠近的时候啊，几乎全台各地都在它的7级暴风圈范围之内，那一定要特别的防范哈，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强风哈。专家提醒讲，伫红红风台wat近的时阵，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透风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对礼拜开始，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9级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另外，北部、东北部和东部地区，嘛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，千万袂当大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